好話咁快嚟到世界盃嘅 H 組啦，咁 H 組就係由西班牙啦、佛德國啦、沙特阿拉伯啦同埋烏拉圭組成嘅。咁唔使問，一定係絕對睇好係西班牙啦。咁西班牙絕對喺呢一組啊，更加絕對俾人睇高一線啦。咁再加上西班牙嘅球星亦都話可以仲係呢個球星雲集嘅。首先門將就係啱啱攞完英超冠軍嘅大衛拉耶啦。咁後衞就未好太多出名啦，相比之下，咁但係實力都不容小觀啊。咁中場就反而會比較多啲嘅，有加維啊、洛迪卡斯迪簡啊、蘇比文迪啊、柏迪啊，呢啲係絕對係出名啦。咁前鋒亦都有最出名，亦都係俾人話係呢個問題球星嘅耶馬啦。咁同埋費倫托利斯，咁絕對係令人係睇高一線啦。咁尤其是喺相對呢三組即係三個之後，你覺得佢絕對出線係更加冇問題添。咁所以就佢一定係基本上，如果佢話真係唔係頭名出線，係絕對係令人爆大冷嘅。咁講下第二組啦。第二組佛德國啦。咁呢一個其實喺邊一個完全真係唔清楚喺邊個國家同埋邊隊添。咁所以就係一個係如果睇翻資料就係一個50萬嘅島國球隊，50萬人口嘅島國球隊。咁你話係咪有機會其他嘅突然間因為有其他嘅參加唔到而佢入到圍呢？咁絕對唔肯定。咁但係你話佢絕對有咩出名嘅球星呢？亦都係真係本人認識比較少嘅，絕對唔係好認識呢啲球隊。只有話佢繼續努力啦嚇。咁唔講太多，因為唔會太出名。好，咁另外剩翻隊另外第三隊就係沙特阿拉伯。咁沙特阿拉伯咧就絕對係非洲嘅球隊啦。沙特阿拉伯喺亞洲或者各方面都係會令人冇乜睇幾多睇好。咁你好話佢實力有啲絕對係上屆世界盃贏到邊個啦，但係你話如果佢嘅實力就喺呢組只有話佢同佛德國爭第三或者第四咧。如果相比之下，咁所以誒、普通啦，唔太令人睇好。咁最後喺呢一組嘅絕對係一定係感覺佢係第二名出線嘅，或者第一名出線都有機會添。因為相比之下，佢同西班牙絕對係有得爭一日嘅長短啊。咁首先就係如果喺烏拉圭嚟講，佢嘅陣容亦都絕對唔輸蝕嘅。首先就係佢嘅後衞有古利姆華利拿啦。如果喺中場有皇馬嘅華維迪啦。麥斯亞拿祖有其他比基雷斯啲比較出名啲嘅球員啦。咁如果前鋒就有雲尼斯啊、洛迪高、阿古尼呢啲都會比較出名啲嘅球員啦。咁所以你話如果烏拉圭出線，我反而覺得佢有機會同同西班牙爭，唔係同呢個sorry 啊，同西班牙係絕對可以爭一日之長短嘅。咁所以呢兩隊係絕對令人睇高一線嘅。咁呢一組反而會激烈啲，就係當然最精彩就係西班牙對烏拉圭呢一場啦。咁所以就係其他嗰兩隊就不太睇好啦。咁所以我覺得絕對係可以睇烏拉圭對西班牙呢度係絕對精彩嘅賽事啦。相比之下，因為兩隊都比較出名啲。好，咁呢一組就暫時講到咁多啦。